那行，那个我谢谢大家今天给我做这么多好吃的啊，欢迎我来北京。那个要不然咱先走一个，行吧？咱先那二姐，咱先吃点菜。哎，别，先走一个，咱炖美丽忘了吗？谁不走能吃菜呀？还没打轮呢。来，我打个样，先干了。二姐啊，别，你慢点，你。痛快。没吃菜。来，姐随你一个啊，来。哎，姐，大姐，爸姐，好，这得我亲姐呢。那咱吃菜吧，爸啊，好，对，来爸。弟妹，你酒，我没放杯呢，喝呀。啊，那个没事，那个小米确实是没喝过白酒。二姐，我替他敬你，好吧，爸，我替小米干了，好吧，二姐，我干了啊，敬二姐啊。代表我了，替酒不算，真替酒不算，这怎么能算呢？这还得罚酒呢。那行，那个二姐，那我再敬你一杯，就算我自罚一杯了，好吧？二姐啊，欢迎你来我们这儿玩啊。这孩子，亮变了啊！行，吃，少喝酒啊，多吃点菜，来，吃点菜。来，给你吃，来吃，你最爱吃这个哈，来给你加一个。来，大姐你吃，来，大姐，来，你吃点鱼啊。哎，对，闹最喜欢吃鸡蛋啊，来，我给你你先接我一会儿，先接。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。那个，我回屋躺一会儿。爸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头特别晕，我进屋躺一会儿。好，你慢慢吃啊。对，那你睡会儿啊，你睡会儿就好了啊。哎。要是真病了，得赶紧给他打针吃药啊，别老这么病病殃殃的，对身体不好。三大爷说的对，如果要是真病的话，赶紧去医院看一看去，可别耽误了。如果这要是假病了的话，没病，就是没休息好。来，二姐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小亮，我也不是说什么哈，你说这早不病晚不病，非得等这客人来了再病，这不太合适啊。什么话说的？那他生病了还得提前给你打个报告啊！别生气。哎呀，不是你不敢冲人家发火，你冲我发火干什么呀？我发什么火啊？你说吃饭了，你带个这玩意儿干啥？这是系裤腰上的，你系脑子这干什么？我这玩意儿招你呢，我带这玩意儿碍你什么事儿了？赶紧把它夹了！加了！来，咱一块儿喝一杯。你怎么说的？我也不是创意，还创意呢？创意什么创意？来，咱一块儿喝一杯。你怎么说的？我也创意，爸，咱一块儿喝一杯。大姐，来，咱再喝一杯啊！今天挺高兴的，你看二姐也来了，是吧？老婆，怎么了你？啊，哪儿不舒服呀？头晕眼花，浑身没力气。你也没喝酒，你怎么头晕眼花了？哎，我说，你们家人说话都挺大嗓门的哈。什么叫我真病假病啊？假病我能这么难受啊？你说我好心陪你大老远去接站去，我怎么落不着好呢？没，落着好了，都知道你好啊，人家没说你假病。我跟你说，他们这个嗓门大吧是有原因的。我们家原来不在矿上吗？那每家住的都特别远，每天都得喊，那声要小了根本听不见，就习惯了。东北人豪爽，原来我声也特别大，也那样。这不认识你之后嘛，你看我就注意了，就怕影响你的休息嘛。我这，那我这也不敢睡了呀，睡也睡不着啊。哎呀，那就要不就先回去。不愧是我的好老公啊！哟，不行，现在真回不去。我喝酒了，我开不了车了。现在查的多严呢，一下就12分就没了。我开呀！你头晕眼花的，多危险啊！开车。我可以坚持。哎，大吊车真厉害，成吨的钢铁，轻轻的一抓就起来。三大爷，你说这闹到现在也不小了，你说以后是让他在咱矿上上学呢，还是在你爸、大姐、二姐，你们慢慢聊着。我跟小米那个去他妈家了啊。哟，干嘛去他妈家呀？小米这又生气了哈？
没有，高兴。不，咱不都说好了吗？那个，我们俩那会儿都收拾好了啊，你们俩就在我们那儿住啊。这好了，这早去早回吧。要是病了，就抓紧时间吃药，小米啊。嗯，对，爸，你跟那个二姐你们商量商量，看看明天去哪儿玩。到时候你们想好了跟我们俩说，咱们一块儿去。走了你们慢点走啊。好，我送走吧。不用，真走啊？哎，走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儿媳妇可懂事了。懂事啊。大学生。这能挂到几档啊？能挂到5档，咱俩不一块儿看的说明书吗5个档的。你以为呢？要怎么说丘比特给力呢？傻笑什么呀你？我跟你说，所有的名演员几乎都有了，你再没有都不合适了。对呀，你像上次那八卦一出，咱们就用不着开记者招待会了，你就往你微博上一登就完了。保证，我告诉你，不出2个月你就得上100万粉丝。哟，你等会儿一会儿我再给你打过去啊，我闺女回来了啊。不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今天妈，猜怎么着啊？今天是我把车开回来的。啊？真的？他开的？对。啊？他开的怎么样啊？他？开得好，哎呦，太稳了！这我们俩一直保持着30迈的速度到的这儿，这好多路上的车还以为我们俩这车出事儿了，哎，还有一人都把车停下来，非要帮我们俩推车。行了，米儿，别打他了。我能把车开回来不错了。行像我这种没经验的，腿都开酸了，赶紧给我按摩。我让你放松点，他就是太紧张了，你这腿都抽筋了，快。行了，小亮，以后你还是得你开啊，可不能让他开。对。啊，开车之前不许喝酒，听见吗？不是今儿怎么了？今儿怎么想你妈啦？回来看你妈来？这不是他们老家那二梅姐来了吗？又带一孩子，住不开了那边。哎，合着回我这儿蹭住来了？不是。哎，上次你们家那来的那叫什么？赵叔赵婶。赵叔赵婶，这回又是你二表姐。二梅。合着你们家亲戚朋友全拿你们家那儿当客栈，你们俩就拿我这当旅馆，是不是？没有。啊，想回来就回来，不想回来就不回来。你们家有地儿就你们家，你们家没地儿了才过来看看我。明儿，我告诉你啊，搬回来了啊，不许走了。明天回家把东西都给我弄回来，你们俩就是跟我住，你们俩好好商量商量啊。我认为就应该这么定了啊。我还得打电话呢，我忙。拜拜。听见没有？我妈刚说什么来着？以后不让你开了，让我开。说正经的。不让我喝酒。你别老动不动就动手。哎呀，我听见你妈说什么了。但这事儿不能听你妈的，你得听我的呀。听你的。那当然了。当初要不是你妈把咱俩赶出去，我爸能把老家房子卖了，在北京买房吗？那一个老头住那多孤单的一个人，咱俩得过去陪着点。那谁陪我妈呀？咱今儿不就是来陪你妈的吗？老爷，你带我出去玩儿。先去吃饭，吃完饭就去啊。我现在就带我去。你要不吃饭，就不带你去。听话，快去吃饭去。娜娜，你妈吃饭，快去吧。吃饭来。别摸你三老爷来。啊，吃饭。啊，咱俩吃饭了啊。好。吃完饭长高，一会儿妈带你玩儿，怎么着吧？快坐，吃饭去。
还没起来，这都几点了？昨天不是说好了早饭回来吃，吃完饭以后领着你堂姐他们去逛王府井吗？嗯，好。现在赶紧起来回来吧，啊，老婆，老婆，起来了。不起，几点了？大礼拜天的。我爸还让咱俩回家吃早饭去。我不去。昨儿不都说好了吗？陪我大姐、二姐逛王府井。来，说。你说好了，我没说。哎呀，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陪俩女的逛街多难受啊！你陪我一块儿去啊？这是现在没开门呢。你看你，赶紧起来啊！咱们去吃完早饭。吃完早饭，开车过去，差不多就开门了。快！你就算陪我行不行？你到时候我请你吃哈根达斯。什么口味的？我想玩电脑。你会吗？会，知道在哪个屋吧？知道。这。累死了！哎呀，这脚真疼啊！哎呦，哎，这都买的啥呀？啥也没买。那这袋子里是？哎，我看这袋子不错，给你要过来，让你存点东西。哎呀，你不跟你说烦死了！今天一天是逛着街哈，一点成就感都没有，我啥都没买。哟，娜娜，你不能动舅妈电脑啊！过来，这里面好多文件呢。来，快，我看一下。别闹，快点！你看你真能闹，你这个过来，坐这儿。你弄电脑干嘛呀你？我要玩游戏。玩什么游戏你？那就是这儿有，就是手机里面好多游戏呢，你玩啊，拿着。你看我给你找一个，来，坦克大战玩这个吧，啊，别乱动这东西，听见没？没事吧？我这关机重新。来，我接个电话。不给。你赶紧给我，可能医院有事儿。不给，我就是不给。你这有事儿，你赶紧，快点！你扔我手机干什么呀？妈妈，舅舅打我。谁打你？别假模假式的！谁打你了？你扔我手机干什么？别假模假式，哭什么你？谁打你了？你哭什么？这是呀，不是你打他干什么你？没打他，我没打他，哭什么？不是他，你干什么呢你啊？我没，他把我手机给我扔出去了，我就。大他大呀啊！我那不是你的手机怎么跑他手里去了呢？不是，你跟他，我给他玩游戏嘛，不是？刚才他在这弄小米这电脑，我就说你别弄，别给把什么东西弄坏了，我就让他玩我这手机，他就给我扔了。你看看，我要接个电话，他不让我接呀。不是这电脑有什么不能玩的？你说这买了不就是给人用、给人玩的吗？我怕他把小米这电脑这文件给弄坏了嘛，所以我就让他玩我这手机嘛。行了，别跟人搅和了。4000多块钱。那你不能打人家呀！你我没打就葫芦了一下。我就这么，谁糊了我都没不。爸。算了，你赶紧看看这文件，别让他给删了什么的。舅舅那手机给弄坏
我手。哎呀，你别让他吃了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赶紧。孩子吧。行了，别说孩子了，大热的天他哭出病来，那孩子还小不懂事，他也不是故意摔坏的，摔坏就摔，再买一个呗。我说的是闹闹的教育问题。这在咱们家一个手机没事儿，他不能随便乱动别人家东西，知道不？哎，你得告诉他，知道吗？以后到别人家不能随便乱动东西，咱不能让人家说咱们那么没文化，懂不？我就没文化，爱咋咋地，不可理喻。完了，你看，怎么了？看我这地盘里面的文件都没了啊！我昨天晚上写到半夜的这个稿，明天就要交了。对，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老婆，你好好找一找，好好找一找。你看，这都是没了，全空了。是。哎呀，你别着急，我。二姐，你能不能管管闹闹，不要碰我的电脑？听见没，闹闹？以后别碰人电脑。闹，听见没？啥破电脑啊？妈一下就给你买个新的，买更好的。什么叫破电脑啊？那里面装的全都是我的文件、我的资料，那里面的稿子我都是写到半夜的。你知道这些东西没了意味着什么吗？那你想咋的呀？啊？我给你赔呗。不，让赔呗。不是，小米，你冷静点。不是二姐，不是这意思。他这个东西不是说赔就赔得了的，因为他这个是个文字东西，这是个创作。你说这个思维，他赔不了。那你想干啥？来，闹闹在这儿，来，你弄死他，弄死他。讲点道理行不行？我就让你管管你的孩子，不要随便碰人家东西。对。那里面东西都现在都没有了，我怎么跟我单位交代呀？那你想咋办？我就说闹闹在这儿呢，弄死他吧，弄死他。不是你老说闹闹干什么？说两句。不是二姐，你能不能别老这么能抬杠行不行？你说话注意点分寸，小点声好不好？你稍微微笑一点，你老这么严肃干什么？我气得浑身烂嘚瑟，我还微笑啊！我跟你说，亮亮，你现在越来越坏蛋，你知道吧？等你声小点行不行？在那，你看见没？你看你儿子没？你丈夫怎么死的？爸，你怎么又提这事？闭嘴！真是不怪我爸说你。闭嘴！你干什么？你想？啊？你就知道护着你媳妇儿是吧？赶你二姐走啊！想？不是谁说要赶二姐跟闹闹走了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人家小米天天三更半夜好不容易赶出来那稿子，人说删就给删，人能不生气吗？人就说让他教育教育孩子，人没有错呀，爸。删了再写呗，他不就学的这个吗？不是，爸，你想的太简单。这个东西写作它需要灵感，它不是说重写就重写，这相当费劲了，要重写一遍。第二遍肯定比第一遍好，那肯定费劲。爸，这个不一样。闭嘴！哟，走了耶！哎，小亮，妈没让你走呢。站住！小子，你爸还没死呢。跟你家待不了了，这是你们家家破人亡，还得怪我呢，这不是？不，哎呀，真是的，谁让你走了？你完没完了？你还？坐。闹闹不就是玩了一下电脑吗？怎么一下子把那些东西都玩飞了？他有这个本事吗？他一个小孩儿。你说你现在啊，你就相信你媳妇儿，她说什么你信什么？我说什么你不信，你姐说什么你不信，你堂姐说什么你也不信。你告诉我，小子，你脑子里现在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你？我想我妈了。你说我那善良的三大娘咋死的这么早呢？你说你怎么死的这么早啊？你要是还活着的话，还有人敢欺负我吗？你哭啥呀？那是我妈。比我亲妈还亲呐！三大娘。
都是我错了，对不起啊，爸。姐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堂姐。晚上对不起啊。我现在这出去一趟，为什么呢？手机确实是摔坏了，出去买个手机，我怕医院找我有什么事儿是找不着。舅，谁死了？我死了。哎呀，这大过节的不在家跟老公过小日子，想起我了啊？过什么过呀？不想过了，离婚算了。呸呸呸！快，萌木的，快点快点，快拿来，吐！呸呸呸！呸呸呸！哎呦喂，那么迷信呢？胡说八道！哎呀，我现在觉得我特别的灰心，特别的失落，特别的没有意思。跟谁呀？金亮，跟他们家里人呗。哎呦，那就为这个离婚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终于明白我老妈当初说那句话了。这结婚真不是两个人的事儿，是两大家子的事儿。那你为他们家人离婚啊？那金亮对你好就行呗。他对我再好也没用啊。那么一大家子的事儿，乌泱乌泱的事儿，我怎么受得了？我真受不了了。你跟他们家处不来，要不然你们俩就搬出来过。哼，谈何容易啊！哎，这怎么不容易啊？你那个搬你妈那边过去。哎，实在不行你搬我这来跟我过，行吧？反正我也没事，我伺候你们俩，行不行？你以为我不想啊？你以为我没试过啊？我多努力的试过呀，试得我遍体鳞伤的，没用。关键是金亮他爸，他不乐意让金亮搬出来给我单过。那金亮也不可能撇下他爸不管。我跟你说，那老头啊，又臭又硬，我估计他这辈子是改不了了。哎呦，你也是真不容易啊。反正啊，要不然出来跟我单过，要不然就离婚。行了行了，这离婚还挂嘴上了，没完没了。哎，要不我找金亮聊聊？你聊没用，我聊怎么没用啊？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你别找他，我不想见他。你不见你就回避一下。那我去哪儿啊？去我家，这离家多近啊！快去，正好你爸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哎，大姐，你说这亮亮出去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出去了就不会出事儿，留下了事儿就大了。啥意思啊？这急急忙忙的跑过去，不就是跪搓板去了吗？啥？跪搓板啊？不能吧？怎么不能？你看亮亮，要条有条，要模有模样的，你怎么可能跪搓板呢？现在不都气管炎？哎，话又说回来，哎，你说那个就什么米，什么米那个，他穿高跟鞋还没有我光脚那高呢，那为啥让他俩能结婚？哎呀，三大爷你来了，就说这事儿呢，你不愁吗？你说这小米这身高这，你说以后生个大孙子1.60米怎么办呢？你不上火吗？再说了，你说他老欺负我们家亮亮，你就不能说几句吗？还有，你说那个我最近吧也是认识一个狠人，他爸是我副县长，那女的高1.73米呢。你看你这个嘚瑟样，闹着他爸咋死的？不就是因为你一天东家长李家短的嚼舌头吗？啊，活生生的把闹闹他爸给气死了，犯了心脏病。妈，你提这干啥？闭嘴！我们家娶什么媳妇儿，个高个矮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啊！我儿媳妇个矮怎么了？学历高，素质高，工资高，三高。她个矮是不假，她不太高。大眼睛，双眼皮儿，一看就是文化人儿。你说那个女的，我知道，不就是以前在我们矿上当副矿长，然后到那个县上当副县长去了吗？
他不干那个解偏楼没干完就塌了吗？干那个豆腐渣工程，今年年初不是叫这个检察院给双规了吗？姐妈，你别生气。他估计个有什么用啊？小眼睛，大嘴叉，一笑两个大龅牙，你小学还没毕业呢，他怎么能嫁给你弟弟呢？你把这种人也往我们家介绍，我们家什么人？皇亲国戚，能跟这种坏分子沾亲带故吗？不能，说不能，不能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还年轻，你早晚有一天还得带着闹闹改嫁，把你身上这些臭毛病改一改吧。你不然哪个男人敢娶你做老婆呀？啊！你说你错了，错，爸他知道错了。改改吧，你不然的话，将来你再嫁人了，这不还得死吗？快说改，快改，爸他改了，改了。你有经济神，你怎么不知道给我介绍一个呀？那马副县长他们家就一女儿吗？没儿子吗？有啊，出车祸了，植物人。怎么到我这就植物人了呢？今天这事儿吧，全都怨我。其实说实话，这事儿不怨我。不，到底怨不怨你呀？就算是怨我吧，那怎么办？就这过日子啊，过日子他是两个人过日子，你懂不懂？就比如说你俩哈，如果就你俩过日子，我相信啊，会过得特别好，特别幸福。你看小米这孩子单纯善良，那你就更不用说了，宽容大度的，就特别会哄女孩子。我现在就剩下哄女孩、宽容大度，这全是小米给我训练出来的，我这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。但是有一点，必须是只有你们俩。那我还有我爸跟我姐呢，我俩没法两个人在一块儿，这总是有，还有他妈呢，哎呦。那怎么那非得一大家子在一块儿挤着乱哄哄的过？原来不是没想过，我爸这人你还不知道吗？这不敢提，一提就炸了。你爸这一辈子，我今天我跟小米都说了，我跟你说，你爸那人哈又臭又硬的，这一辈子他也改不了了。但是那你怎么办？其实心眼还是挺好的。你心眼好有什么用？他不会说话呀，好话不好说。咱有点跑题，咱别说我爸了，行吗？就是忘了我找小米找不着，都急死我了。你找小米啊？你找吧。不接电话。哎呀，他肯定不能接，我让他好好睡一会儿。你让他好好睡啊，那么憔悴，好好休息休息。他在哪儿啊？在我家躺着呢吧。那咱俩跟这儿干嘛呢，小姑？你早跟我说呀。回来了，你怎么样啊？年年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家太舒服了，这么大房子就住俩人，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么大房子呀？我给你买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想你了。你走。别闹，小米听话，听话啊！你俩好好聊一聊。好啊。别整事儿了，我都来了，别生气了啊！赶紧跟我回去吧。啊？回哪儿去啊？我不回去。你不回去，你住哪儿？咱俩睡大街上流浪去啊？我回我妈家去。你瞧，那你要回你妈家，我怎么办呢？你要是想跟我在一起的话，就跟我一块回我妈家；你要想跟你爸在一块的话，你就回家自己住。那我又想跟你在一块，又想跟我爸在一块，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秦亮，你不能太贪婪了。人所有的痛苦都源于贪婪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多项选择，这是单项选择。你没听清楚吗？你要跟我在一起的话，就跟我一块回我妈家。我没法回你爸家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你怎么受不了了？谁让你受委屈了？啊？再说你跟我爸又没有本质上的矛盾，有什么不能回去的？谁家都这样，不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吗？你那么大气，你通情达理，走，跟我回去啊！
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是我发现我错了，这就是本质上的问题。听我说话，现在已经是一地鸡毛，我满嘴蒜皮了。行，你别激动，我捋一捋啊，我捋一捋。啊，你说你想让我跟你搬你妈家，我觉得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，真的，我得跟我爸商量商量，这哪能说走就走啊？你少在这糊弄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这是缓兵之计。没有，你就想拖到最后不了了之了，我也就习惯了，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越拖到最后，事情就越糟，我跟你们家的矛盾就越来越激化。哪有矛盾呢？没有矛盾，你别老矛盾的，行不行？我向你发誓，我这事儿绝对记在心里，我一定跟我爸商量，好不好？你真得给我点时间。那你说咱俩这么突然啊，说走就搬你妈家去了，那你这对我爸来说太突然了也。那我爸以为咱俩不喜欢他，以为嫌弃他呢，对他打击多大呀？是不是？你看现在呢，我这3天假就剩明天最后一天，后天我就上班了。我上班之后，你想干嘛干嘛，好不好？你想去你妈家住也可以，想出去玩也可以，我绝对不拦着你，行不行？但今天你真得跟我回去，那一家人等着你呢，咱得把今晚这顿饭给吃了呀，是不是？要我真没法交代了啊！有什么好交代的？反正他们也不愿意见我。谁说的？人家都可喜欢你了，都夸你呢。刚才说你可漂亮了，长得，说人一看就好，特善良，通情达理。哎，我刚才出来的时候，那小闹的抓着我的手说：“你赶紧让舅妈回来吧，他就想跟舅妈玩。”你看，人都可喜欢你了，赶紧。我不回去。你想想，你一直在这儿待着，你妈要是知道了，你妈得多生气啊！我妈怎么知道？那万一哪天我跟你妈说话，这一秃噜出去了呢？那你说吧。真的？那我现在给你妈打个电话就说了。你打，现在打。啊！我现在这真打了。我的爸，我那么爱你，我哪能干这种事儿？赶紧跟我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吴老师，请你不要敲我们家的门了。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我帮你叫急救车。你帮我叫急救车做什么呀？我身体蛮好的，叫急救车，说不在家就好了。你看我跟你爸这些年，那不就我包容他了？不然你说这两口子天天吵吵闹闹过日子多美？没什么大事儿，你回来了，闺女来了。爸，哎，好。才回来呀？哎呀，老爸忙啊。哎呦，我都想你了。是吧？爸，哎呦，这发型儿越来越像背气儿了哈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唱的，当我面你还敢亮嗓子，进步了，对，进步了吧？不，对，你妈是这原来专业的，虽然过气了，但还底子在那儿。不能拜，不能拜。哎呀，老爸，我想你了都。哎，别，哎呀，也不是小孩了，你收老公你不难为情啊？那怎么了？我跟我爸撒娇，老公吃醋吃醋。那什么情况？哎，在这吃饭啊，再吃晚饭。就那个今晚我俩就不吃了，一会儿回家，一会儿有个家庭聚会都等着呢。哦，那一会儿那不影响你，不影响你。哎，对了，有个好事啊，那个我有个做房地产的朋友啊，叫老吴，他要新开一个楼盘。我前段时间他有棘手关的，我帮他打赢了，特感激我，所以他说我有什么亲戚朋友想买房呢，给最低折扣8折。有8折？这相当低了，房地产很少见的。那这机会可太好了。对呀，你们想想啊，要是能打5折就更好了。表情我判断出来了。没关系，首付我给你们付，可以了吧？替你们解决。不过老爸跟我闺女我没问题，怎么花都行。哎，那我们俩就先走了。啊，行，对，快让谁说的？我菜都做好了，可能就等着了。我在这儿吃。小米，你自己回去话呢？干嘛呀？哦，闹矛盾了哈。有一点。听话，孩子以大局为重啊，别太固执啊。我不去，我在家吃。听话，孩子不能。我这没饭。哎呀，爸！哎呀，听话，配合小亮。
理解，孩子，我知道是安妮好。哎呀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必须温柔，别像你妈对我似的。你说你这个弟弟也是，他不回来吃饭打个电话啊？你说也。 哪有时间给您打电话呀？现在还不紧着劝小米呢。要我是小米，我也不这么早回来。小米不是你，人这孩子就是有一个优点特别好，不记仇，说回去就忘了。大姐，听见了吗？人喜欢儿子，不喜欢你这闺女，知道了吧？三大爷，别操那心了。人亮亮跟小米回娘家，人有饭吃。我怎么听你这个话像挑事儿呢？ 你说这个，你弟怎么回的这个娘家呀？不就是因为闹闹吗？啊，我不是心疼闹闹才说他们俩吗？你说那么贵重的东西，拿过来了，这说摔就摔。你这就是在三大爷家，你要是在别人家，这孩子要是这么做，人家别人心里头是不是得说呀？这什么孩子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这怎么有人生门的教育呢？那不笑话当妈的你吗？哎，三大爷，你这话怎么这么说呢？你啥意思啊？你这是？爸，我们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哎呦，亮亮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这回来了，快！亮，快，你这次回来的。哎，老老，看看舅舅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？游戏机啊，你就玩这个好不好？别再动舅妈电脑了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说谢谢，谢谢。谢谢谁呀？谢谢舅舅。好。哎，二姐，明天你跟闹闹想去哪儿玩？想好没有？那还得听我三大爷的。是吗？爸。 爸，小米，来，先听。没事，爸，你甭着了，先吃点饼干。你怎么安排的？明天你给大家说说，明天要那个带二姐和闹闹上哪儿玩去啊？啊，这个来往那么点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你们看科不科学？明天早上吃完饭呢，你开着车，拉着我们几个到八达岭。八达岭哈。到了八达岭以后，我们就咔嚓咔嚓。 完了，再登上烽火台，眺望一下，我们就赶紧走。抄小道，去哪儿啊？香山呐。到了香山以后，登上山顶，啊，底下不能看见北京的全貌吗？完了就咔嚓咔嚓，我们赶紧走到颐和园。这颐和园咱们可不能就咔嚓咔嚓了，只能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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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它地方大，你咔嚓不过来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从颐和园出来呢，我们就到这个圆明园。 到那之后，我们集体的咔嚓拍一张就走，为啥呢？圆明园过去大，现在不行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就剩俩柱子了，那都叫八国联军给烧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完了之后，我也想好了，晚饭呢，咱们就到那个北海道啊。北海道，还去日本？不是，爸说的是那个北海公园，吃御膳坊，吃什么呢？吃那个栗子面的窝窝头。我跟你说，老爷，我要去游乐园。 你到那儿去吃那个栗子面的窝窝头多好，那过去都是老佛爷吃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有点远。那行，咱们做下调整啊！你看这样，早上吃完饭以后呢，你开车拉着我们几个到八达岭，你把他们4个放下之后，你再开车呢，拉着我跟道道呢到欢乐谷，然后呢，你们呢就再回到八达岭，接对，你接着他们4个再玩其他几个地方，等这几个都玩完了，你再到欢乐谷接上我们俩，咱们6个人夸到北海公园去吃那个御膳坊。 这挺紧凑吧，爸。哎，您知道那个欢乐谷到八达岭有多远吗？反正都在北京。那北京城大呀，一个东南角，一个西北角，这一天下来，我看金亮光当司机得了。没，那我也不会开车呀。爸，金亮他呀，就3天假期，您也知道，后天就上班了。 我觉着呢，您就踏踏实实让金亮好好休息1天。那个八达岭它有那个旅游车，北京1日游能去好多地儿，特别方便，花个钱买个票就行了，是吧？对，三大爷，你看，要不然明天我早上就那个一天游那个，我明天早上在那儿了，我就自己去玩去了。等我回矿上之后，我也说是亮亮那开车带我们去的，你放心吧。不是你这，小米啊。 你堂姐第1次带着孩子上北京来，你说咱家又有私家车，你说咱能让这个你堂姐去坐那个旅游车吗？是你堂姐回去说是咱们家开车拉她去的，你这不是撒谎吗？你这不是弄虚作假吗？咱们得实事求是啊。那你说咱没开着车了拉你表姐去，让你表姐回去这么说去，不显得咱们很虚伪吗？你说是不是？亮亮太累了，太累了。
没事儿，姐，明天我去。明天咱们去，实在不行，明天要是这个时间不够，我就再请1天假。没事，好了，这个。行了，这事儿咱就不讨论了啊，走吧。啊，走吧，都跟着我去做饭吧。走，小米，咱吃饭吧。就算是私家车，也得人开呀，就不能心疼自己儿子吗？讲究什么排场啊？不是什么意思这是？没事，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？怎么一点亲情都没有呢？你说。不是，改天做饭，吃完饭再说哈。哎，我说你让大家痛痛快快吃顿饭不行吗？不是我不让大家痛快吃饭呀，是你爸呀。